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咱着罔相找，我写一首短短的诗，问你好无？你送来一束淡雅的花，问我平安无？伫你迄头到我这头，有一条无形的线，这头若着一个，迄头就知影要安怎。朋友也毋免坐，斗阵也毋免交话，有感觉咱就罔相找。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4集，咱分享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咱着罔相找》。上日期咱邀请林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我写这首《咱着罔相找》呢，是原来有一个背景吼。那这个背景其实，讲起来是足长，毋过我简单甲讲安尼就好，就是讲，有当时咱甲一寡朋友斗阵，有时会因为个性，有时会因为意见无啥相像，所以产生产生隔阂，吼。要讲歹也无完全歹，吼。你要讲搁再恢复较早安尼的感情啊，有当时是，着互相之间改先安尼，就是安尼，硬拗，隔阂，安尼吼。那迄个其实有当时你翻头甲想，讲会来的朋友，也是讲真正国语讲很知心的朋友，其实无好找。若有安尼的朋友，毋通因为有一寡误会，也是一寡小小的冲突、小小的冲突，就拢总无往来，安尼是毋得的啦。所以我这首其实我重点要讲的，就是讲爱珍惜朋友，爱珍惜友情。林凤珠老师伫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殊的用字，也佮有台语文的发音。所以，咱继续来听林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那伫这内底，咱着罔相找，我的用字啦，吼，就是讲，咱着罔相找的罔，我的写法是虚妄的妄，希望的妄，希望的妄吼。伊伫字典内底，伊是要做无的意思，虚的伊毋是实在的。毋过伫台语来讲吼，你字典内底伊无甲你讲着讲有加减的意思。毋过咱台语有加减的意思呢，伊无一定有嘛，伊嘛无一定无，虚虚实实之间加减有，安尼。咱台语是用妄来表现。所以我大胆用这个妄，咱着妄相找，我着大胆用这个妄。那有人会讲字典也无写着讲有加减的意思，我现在着咧讲字典有字典的不足。为什么？因为字典会当记的迄个意思有限，那既然伊会当记的意思有限的话，我着以现实有咧用的为主，迄个字典的不足，咱若了解了，咱就讲会当互逐个人知影讲字典无记着的音有当时你嘛会当大胆去甲用，但是你家己爱讲会出一套理由。比如讲，我即摆咧讲希望的这个望，伊会当做加减。你要讲有，伊也无一定有；你要讲完全无，伊也袂无。安尼，所以讲，咱着罔相找啦。逐个互相的关系小可修补一下，嘛是共款好朋友。我着用这个妄字安尼吼。寻这个发音吼，咱的读音就念作心，心中的心，伊是
阴平声。那伊念作行，这是阳平声。台语有平赏去热，平赏去入这四声，内底一种叫做平声音，一种阴平，一种阳平。那阴平声的心中的心，这个阴平声。那行，这是阳平声。这是咱的读音，咱爱讲话音，就念作吹。无用迄个凿，你要用迄个凿，完了会使做解说音就好啊。毋过迄个凿吼，伫咱的生活中，咱时常会用到，就是讲，咱摕钱去共买物件，摕大张的伊凿你南山的，伫遐伊要做凿钱吼，所以伫遮我着规气，我有考虑过，我着总用这个寻找的寻，安尼就会使。台语吼，伫咧讲。国语是讲你那边我这边在你那边在我这边，或者是你那里我这里。台语不是安尼讲，台语是讲伫你迄头，伫我这头，还有伫你迄头到我这头的这个角，其实伊有另外一个字，我那会用一，就是共同的共你共我，我共你安尼。不过我伫遮我无用迄字，我是用这个合作的合。这个合作的合，因为你若要用你用迄个共同的共，迄是无合喙的。台语有一种音叫做合喙音，那共同的共，咱念作共，迄是无咧合喙的。那毋过咱的合作，结合，这个合伊是有合喙，伊是合喙音。台语有一种合喙音是国语无的，譬如讲合作社、结合，安尼，这个合。你转一个音的，伊就变成合，所以讲咱咧台语伫咧讲合伙，做标准的讲法，老伙会晓念作合伙，毋过咱即阵拢袂晓念合伙，所以咱伫这个节目内底甲记录这个音，合伙要哪念，就合伙啊，古早人呢去中药房合药啊，嘛是这个合。安怎一般拢写安全的安我无，我甲回复写胭胭脂的迄个这个胭脂就是迄个写法的亲像写起来亲像马牛马的马，迄个胭脂安尼，我是用这字啦安整我甲换过来胭整就安尼尔再来斗阵也毋免教话。斗阵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斗争的斗，斗在一起，斗争的斗；一种就是凑在一起那为什么有这两种讲法的写法呢？因为咱大家知影那写斗争的斗，那个有比赛的意思为什么会有比赛的意思？是讲较早台湾的庙有迄个咧比赛顶头有文阵跟武阵，武阵就是啥？譬如讲，比赛功夫，还是人狮，迄拢属武阵，用肢体语言表现的，迄拢叫做武阵。那一种是安那，类似八仙菜迄种的，迄足长的迄，若咧比赛时逐个砖头拢用因上水的、上大的、上特殊的出来，一支一支举出来比赛。迄叫做文阵所以若变比赛的时阵，就讲你要比赛一定爱规定的来比所以叫做斗阵，迄是有比赛的意思。但是咱家是做凑在一起，斗做伙，所以我就用凑在一起的这个凑，我无用另外迄字斗争的斗，这是我的用字。我写一首短短的诗。问你好无？你送来一束淡雅的花，问我平安无？伫你迄头，甲我这头，有一条无形的线。这头若着一个，迄头就知影要安怎。朋友也毋免坐，斗阵也毋免教话，有感觉。咱就帮小吹，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宏祖老师写诗以及讲解台语文用字，洪昭文老师吟诗，曾文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